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23章50到56節。有一個人名叫約瑟，是個義士，為人善良公義，眾人所謀所為，他並沒有服從。他本是猶太亞利馬太城裏面素常盼望神國嘅人。呢個人去見彼拉多，求耶穌嘅身體，就取落嚟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喺石頭鑿成嘅墳墓裏面。嗰個裏頭係從來冇葬過人嘅。那日係預備日，安息日亦都快到啦。嗰啲從加利利同埋耶穌同嚟嘅婦女跟喺後邊，睇見咗墳墓同埋佢身體點樣安放，佢哋就返去預備咗香料香膏。佢哋喺安息日就遵着誡命安息啦。今日係受難週嘅第7日，係主耶穌基督喺墳墓裏面安息嘅日子。呢日傳統上我哋稱為預備日或者墳墓日。對當時嗰啲見到或者聽到主耶穌已經喺十字架上面被釘死嘅人嚟講，呢位自稱係神兒子嘅年輕人就係咁樣慘淡離開咗世界。佢精彩但係短暫嘅一生已經結束咗啦。佢嘅靈魂大概已經落到陰間，佢辛苦建立出嚟嘅福音事工好似亦都以失敗嚟到告終。喺呢一日，門徒同埋婦女其實係非常之失落同埋憂傷，佢哋痛失咗佢哋心愛嘅主，而呢位主更加係受住羞辱、受住詛咒咁樣去死嘅。仲有佢媽媽瑪利亞要經歷緊喪子嘅切膚之痛，佢最愛嘅兒子喺最年輕力壯嘅時候承受住人間最大嘅屈辱同埋痛苦，釘死喺最痛苦嘅十字架上邊。呢一啲行刑嘅過程仍然歷歷在目，唔想被記起，但係一次一次仍然會喺腦海裏面浮現。不過呢啲驚心動魄、觸目驚心嘅傷感嘅時刻，畢竟亦都過去咗啦。所以有暗暗作為主門徒嘅約瑟，佢走去向彼拉多請求拎走耶穌嘅身體。當然亦都有法利賽人、猶太人嘅官尼哥底母帶住沉香同埋沒藥，大概100斤，就去到耶穌基督嘅墳前。佢哋按照猶太人嘅殯葬規矩，將主耶穌嘅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咁樣去裹好，安放喺用石頭鑿成嘅新墳墓裏面。聖經亦都記載咗一群愛主嘅婦女，從主耶穌基督受苦蒙難到佢嘅身體被安放喺墳墓裏面嘅呢個過程裏面呢，一直跟隨住喺嗰度。另一邊廂，嗰啲陷害耶穌嘅祭司長同法利賽人，雖然耶穌已經死咗，已經安葬，但係其實佢哋並沒有安心，佢哋仍然坐立不安，因為佢哋仲記得呢個主耶穌曾經講過3日之後我要復活。為咗呢句說話，佢哋非常之擔心。無論墮落咗嘅人係點樣悖逆，仇敵係點樣不義同埋詭計多端，主耶穌基督其實都得勝有餘。感謝我哋嘅主，主耶穌就好似一粒麥子落在地裏面死了，佢嘅生命嘅意義唔會停止喺墳墓裏面。佢雖然被埋葬，但其實唔使幾耐，呢啲悲傷眼淚都要過去，因為佢即將要復活。呢粒麥子係要結出好多生命嘅子粒嚟，為信靠佢嘅人帶嚟生命嘅曙光。親愛弟兄姊妹，無論你嘅生命正在經歷點樣嘅艱難或者痛苦，都冇需要害怕，因為神嘅能力比眼前任何嘅難題都更加大。你要記住，主耶穌基督一定會用佢無比嘅愛嚟到扭轉一切，向嗰啲尋求嘅人施人拯救。
是你令下崗返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是你令下崗返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讓我一齊祈禱，求主耶穌基督，今日我哋同心合意嚟到紀念你嘅安息。我哋紀念你已經走完最榮耀、最偉大嘅路程，喺苦路上面成就咗巨大嘅苦難、攻擊、陷害、譏嘲同埋羞辱。然而呢一切都要隨住你喺十字架上面嘅得勝死亡已經要結束。正如同你曾經喺約翰福音裏面提到，冇人奪我嘅命嘅，係我自己捨。我有權柄捨了，亦都有權柄取回來。呢個係我從我父所領受嘅命令。你就係咁樣安靜躺臥喺墳墓裏面，喺嗰個冰冷嘅地方裏面，釋去地上面一切嘅勞苦，完成咗天父給予你神聖嘅託付。我深知道你係生命嘅主，墳墓係冇辦法將你拘禁，死亡係冇辦法嚟到困住你。讓我哋帶着信心等待你復活嘅嚟臨。我哋咁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